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8月18日，你说 You say， 我知道你很忠心。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9章9到13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有一位牧者这样说，神即使叫你做一件小事，他也必定为你预备你的需要，让他的刚强代替你的软弱。你一定会看见他借着你行奇妙的事。我们今天只需要来看大卫怎么样恩待他与他曾经立约的这个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昨天我们看到他的经文，他找到了他，而且他要恩待他。但米非波设这个时候，他真的已经不是一个王的后代，他甚至是被接济。但是他有一个仆人很忠心，叫做洗巴，而这个洗巴也因着对大卫有信心，被他感动，他才敢说出原来大卫他曾经跟他为敌的扫罗王有后代，那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曾经跟他一起约定的，他的儿子米非波设呢，现在还在，所以王就请这个洗巴来对他说，我已经将属扫罗和他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都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使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和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亲爱弟兄姐妹，从昨天最后一句，我们有没有发现米非波设昨天说，他口白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今天的经文最后，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我们如果来想象一下，这是大卫他如何来恩待。他恩待一个人，是因为他曾经跟米非波设的爸爸约拿单曾经跟他有一个约定。大卫不但只是尊荣款待米非波设，他还将扫罗所有的产业都归还给米非波设，并且因为米非波设两腿都是瘸，大卫吩咐由洗巴来替米非波设经营看管这些产业。当然我们看到这里有讲到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如果我们按照当时候的社会条件来讲的话，这应该是非常富有的人才能拥有的家世跟地位啊。如果连扫罗的仆人都能够如此富裕，我们就可以知道扫罗家的产业应该是更丰富更富裕。如果按照大卫一般朝代替换的做法，其实现在也一样嘛，对吗？一个国家败了以后，打败了以后，哇，那些都收归国有啊。但是大卫他没有这样做，他不但没有这样做他还都归还，他还归还给扫罗。哇，这是我们看到大卫
他没有选择像世界上的人来争斗、报复跟阴谋诡诈的做法哦，他反而是真诚、善良、饶恕又充满慈爱的心来宽待米非波设。那么我们真的是看到一个愿意跟神的法则来做的人。我们也看到这个洗巴，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有看到洗巴，哇，他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呢。其实他也不算是一个穷人，然后他虽然是是扫罗的仆人啊，但我们看到他非常的忠心啊。即便他的主人扫罗或者是约拿单都已经过世，已经不再是那王位上，但他终于所约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终于就是我说到我曾经说的约定，我忠心。我跟你的约定不只是跟你约定，而是我跟这一位神来约定。我们曾经跟神约定吗？我们曾经跟神立志，我们跟神立约，我们在什么职分上吗？我们曾经在神的面前有誓约，跟我们所爱的这一位，我们忠心于他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忠心，因为神对我们是信实，我们要对神对人，我们也要做到那忠心。神在神的面前，在婚姻上我们立志，我们要忠于我们的婚姻，忠于我们跟神的立约。那么我们真是要忠心做到，我们不是半路我们就跑掉。其实神都知道，我们跟神的立约誓约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我们仍然忠心于我们当初跟神的立约。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牧者，他在很乡下的地方忠心在神所托付给他的。他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应该也说是他在讲道上是声音都是平平的，但他就是很忠心神托付给他，他很忠心每天为他所牧养的羊来祷告。神是很奇妙的，他的忠心感动了他所牧养的羊，而他牧养的羊里面有他的亲戚是在外地，他曾经遇到一件事情没办法解决，而这个牧者知道之后，他不认识他，但是他的羊，他的会友跟他讲，牧师某某人他在外地，你不认识他，但请你为他祷告。他忠心的每天为他祷告。后来他的这个朋友，他的家庭在北部，他的太太得了癌症，得了酒窝癌。我也是第一次听哈，酒窝也有癌症。他除了为他祷告之外，他在祷告当中，他提出来，是不是我联络在台北，我在神学院的同学，在他家附近去探访他，好吗？一个可以为人
长期忠心祷告的时候，神在祷告中就是启示他是不是有不认识的人去探访，但这个人我长期为他祷告。真的，我们的神很奇妙，他都不认识他的同学，泰森的同学就近去探访，而这个被探访的这一位是他长期为他祷告，他其实是一个科技的顶尖人物，一个理性的人。看了圣经3个月后，他说我要受洗。真的很奇妙啊！这远在南部的一个牧者从来没有看过，但只有为他祷告，而且还不是跟他直接有关系，是他会友的转介，然后就启动。我们的神真的很奇妙啊！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当神托付我们，我们忠心就对了。就是来怜悯我们。我们有时候说我为你祷告，但我们就忘记。所以好不好，我们在忠心，在小事上忠心，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好不好来默想洗巴对米非波设的忠心给我什么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是信实的主，你要我们跟你一样，我们对人所说的话，我们要有信用，我们也要忠心你所托付我们的。主，你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主，你让我们可以刚强，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刚强，代替我们的软弱。我们就要看见主你所行的奇妙的事在我们身上发生。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在小事上忠心，神接着我们要让我们看到他如何行奇妙的事在我们周围哦，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这样来经历神吧，明天见。